周深的聲音又一次在互聯網上炸開了鍋，只不過這次點燃引信的不是他那些仙氣飄飄的古鳳原唱，也不是他在綜藝裏信手拈來的狗語串燒，而是一首純正的英文歌。視頻片段像長了翅膀一樣飛過國境線，在國內的社交平台上，評論勾前排擠滿了像播音韻太刻意的質疑，字裏行間透着一種微妙的審視感，仿佛是在評判一場精心策劃卻略顯僵硬的匯報演出。可有趣的是，當這段音頻被搬運到外網，那些母語為英語的普通聽眾卻歪着頭，滿臉困惑地敲下一行字：等等，他不是英國人嗎？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像兩面冰冷的鏡子，遙遙相對，映照出同一個聲音在不同文化濾鏡下的奇異變形。我們似乎突然被推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一邊是本土聽眾對地道近乎偏執的苛責，另一邊是異域耳朵對純正毫無保留的褒獎。這不僅僅是對一位歌手咬字發音的爭議，它更像是一個隱喻，輕輕扣響了全球化浪潮下關於文化認同、審美標準與語言隔閡的宏大命題。到底怎麼是刻意？怎麼又是自然？當一種聲音跨越了地理的邊界，他身上背負的究竟是歌手的自我表達，全是聽眾心中那桿早已傾斜的名為期待的秤？讓我們先從那個最刺耳的標籤像播音韻太刻意說起。這四個字裡藏着的其實是一種非常有趣的聽覺心理。我們不妨閉上眼睛想象一下，當一位中國歌手開口唱英文，聽眾的耳朵會立刻進入一種高度戒備的糾錯模式。這種模式是多年英語應試教育留下的深刻烙印，它讓我們條件反射地去分辨每一個輔音是否清晰，每一個元音是否飽滿，連讀弱讀是否精準無誤。在這樣的審視下，周深那過於清晰、過於圓潤的吐字方式，就像是新聞聯播裡字正腔圓的播報，每一個音節都穩穩地落在它該在的位置，毫無街頭巷尾那種隨性吞音、懶散含糊的煙火氣。於是，刻意這個詞便順理成章地冒了出來。它指涉的不是聲音本身的美醜，而是一種不合時宜的正確。我們在潛意識裡給非母語歌手的演唱預設了一個不夠好的起點。當他突然以超乎預期的完美姿態呈現時，那種心理落差就被扭曲地解構為了造作。這就像我們看慣了業餘選手的笨拙，突然面對一個專業運動運的標準動作，反而覺得那流暢的肌肉記憶是過於努力的表演。然而，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那些完全不懂中文、對周深背景一無所知的外國網友，他們的聽覺世界則全然是另一番景象。對他們而言，英語是浸泡在生活裡的水，是早晨咖啡的香氣，是街頭嘈雜的噪音，是枕邊呢喃的夢話。他們評判一個英語歌手的標準，從來不是標不標準，而是舒不舒服。當周深的聲音流淌進他們的耳朵，他們捕捉到的不是一個個被拆解的音標，而是一種整體的韻律，一種情緒的流動，一種聲音質地的美感。他們聽到的是一個清透如水晶的嗓音，在旋律的軌道上滑行得如此絲滑，氣息控制得如此精妙，以至於那種我們覺得刻意的清晰度，在他們引嚟恰恰是一種高級的劇場式的美感。他們不會去想他是不是中國人，因為他們不在那個非母語歌手的預設框架裡，他們只是閃準地被聲音本身擊中，然後下意識地發出驚嘆：這發音，這腔調，這不就是我們隔壁從小就聽 BBC 廣播長大的鄰家男孩嗎？這個反問句裡沒有質疑，只有純粹的欣賞和一點點發現外嚟者的訝異。這兩種聽覺體驗的割裂，本質上是一場關於距離感的認知立位。國內聽眾離周深太近了，我們熟知他的成長軌跡，看着他如何在綜藝裡搞笑，如何用9種語言驚掉觀眾下巴，我們對他聲音的辨識度已經內化成了一種近乎親密的熟悉。這種熟悉帶來了某種程度上的趣味。當我們過於了解一個歌手的努力過程，他的完美反而成了我們審視的對象。我們會不自覺地去尋找破綻，去尋找那個不完美的瞬間嚟印證他作為一個努力者的身份。
而外國聽眾因為遙遠，他們擁有一種陌生化的美感，他們只面對那個被封裝在耳機裡的純粹的聲音實體，沒有背景故事，沒有成長艱辛，沒有國籍標籤，只有聲波在空氣中震顫。這時候，周深那像播音韻一樣的發音，剝離了播音這個職業屬性，變成了清晰和高貴的代名詞。在他們的文化語境裡，這種戲劇化的、高度藝術化的唱腔，往往與百老匯音樂劇或者古典跨界歌手的表達方式產生共鳴。那是一種經過了精心雕琢卻依然能夠動人肺腑的技藝展示。我們不得不承認，語言作為聲音的載體，在演唱中承載的功能遠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當一首歌是用我們的母語演唱時，歌詞的意義卻像一把鎖，牢牢扣住我們的理解。我們卻因為一個詞的情感重量而感動，也卻因為一個發音的鄉土氣息而親近。但當一首歌是用外語演唱時，歌詞的符號意義被部分原字，聲音本身變成了純粹的樂器。周深在唱英文歌時，他其實是在進行一場雙重表演，他既要駕馭旋律的起伏，又要駕馭一門不足於自己母語系統的語言節奏。他選擇了一種最穩妥、最優雅的方式去完成這個任務，那就是把每一個詞都唱得像天鵝絨一樣光滑。這種選擇本身沒有對錯，它只是一種審美取向。但我們挑剔的耳朵，卻把它這種光滑理解為缺乏稜角的刻意。有趣的是，那些外國網友之所以覺得他像英國人，恰恰是因為英國英語相對於美式英語，本身就帶有一層典雅、正式的光環。這種光環在他們聽來是加分項，是一種舞台感的體現，而不是一種不自然的負擔。再往深處想，這場爭議其實還暴露了當今互聯網時代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話語權的天平依然在微妙地傾斜。當我們討論英文歌是否地道時，我們實際上是在默認一個隱形的標準，那就是英語母語國家的審美才是最終的裁判所。國內那些越太刻意的聲音，很大程度上是在用一種自我他者化的眼光來審視自己的歌手。我們擔心他在真正的英語世界裡不夠酷、不夠街頭、不夠從詞，於是我們闖先一步，用最嚴厲的批評來彰顯自己的懂行。這是一種文化不自信的變種，我們用挑剔嚟武裝自己，仿佛只有率先指出問題，才能證明我們與國際審美接軌。然而，外國網友那一聲他不是英國人嗎的反問，卻像一陣風吹散了這層緊箍咒般的焦慮。它讓我們恍然大悟，原來在那些真正的聽眾耳朵裡，我們糾結的地道根本不是一個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説，他們對地道的定義和我們完全不在一個雍度上。他們不要求一個歌手必須唱出倫敦東歐的口音或者紐約街頭的腔調，他們欣賞的是聲音本身的藝術張力。其實，回溯音樂史，這種非母語演唱帶嚟的奇妙化學反應並不是孤例。想想那些用意大利語演唱歌劇的德國男高音，想想那些用英語唱搖滾的瑞典樂隊，他們帶着各自母語的發音習慣闖入異域的語言系統，反而創造出了一種獨特的、具有辨識度的風格。那種輕微的、無法磨滅的異質感，往往成為他們藝術人格中最迷人的一部分。周深的聲音特質裡，本身就帶有一種超越性別的、近乎空靈的質感。當他用這種質感去觸碰英語時，他實際上是在用一種東方的細膩的處理方式去解構西方語言的稜角。他把英語中那些粗厲的爆破音和摩擦音打磨成了如同瓷器般溫潤的光澤。這種處理方式在習慣了力量感和爆發力的西方流行樂壇裡，反而是一種稀缺的東方式的審美補充。那些外國網友感受到的像英國人，或苦並不是指他的口音真的貴族於大不列顛的某個具體地歐，而是指他的演唱方式帶有一種古典的舊世界的教養感。這種感覺恰好如人們心中對英國紳士的文化想象不謀而合。再換個角度看，這場關於刻意的討論，是否也折射出我們對於從此感的病態迷戀？在當下的審美潮流裡，似乎不費力才是最高級的誇讚。任何被肉眼可見的努力都顯得掉價。
我們推崇那種隨手一拍就是大片的隨性，推崇那種即興哼唱就韻味十足的慵懶。於是，當周深以近乎嚴苛的精準度去完成一首英文歌時，這種精準本身就成了一種原罪。但仔細想想，這種對從此感的追逐，是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刻意？真正的從詞，應該是接納不同形態的美。有人天生就是慵懶的爵士爽，有人天生就是嚴謹的學院派，哪一種更高級？答案本應是開放的。我們把播音韻這個詞當作貶義使用時，其實是在無意識地貶低一種清晰、準確、富有張力的表達方式。在電影配音時代，那些老牌譯製片的配音演韻，他們的聲音被奉為經典，那種抑揚頓挫的譯製腔至今仍被人懷念。為何到了流行音樂領域，同樣清晰飽滿的發音就要被打入刻意的冷宮？或苦是因為我們混淆了生活化與藝術化的邊界。流行音樂本身就是一個高於生活的藝術載體，它韻苦誇張，韻苦修飾，韻苦在情感濃度上超越日常交流。周深的英文歌，恰恰是把這種藝術化貫徹到了語言的每一個細節裡。而那些外國網友的驚嘆，恰恰證明了一個樸素的真理：音樂最終是要回到聽覺享受本身的。當他們不知道演唱者的國籍時，他們聽不到努力，聽不到跨界，聽不到突破，他們只聽到一個好聽的聲音在唱一首好聽的歌。這個聲音讓他們聯想到故鄉的雨霧，聯想到教堂的鐘聲，聯想到某個午後收音機裡傳嚟的熟悉旋律。這種純粹的、不帶任何前置判斷的靈隱，或許才是音樂最該得到的待遇。我們帶着太多背景知識去聽周深唱英文歌，我們帶着對他勵志歌手人設的了解，帶着對他語言天才標籤的期待，帶着對國人唱英文這一現象的複雜民族情緒，我們的耳朵被這些無形的訊息塞得滿滿當當，已經無法客觀地去感知聲波本身的震動了。反過嚟，外國網友的無知反而成就了一種最本真的堅想，他們像一面沒有預設程序的鏡子，原原本本地反射出聲音本來的樣子，於是他們看到了美麗，而我們看到了刻意。當我們把這場爭議放在文化交流的更大坐標系裡，佢發現它其實是一個絕佳的案例，展示了全球媒介如何塑造我們對他者的認知。在抖音和 TikTok 的時代，一首歌可以在幾分鐘內環遊世界，但它抵達不同港口時，被卸載的卻是截然不同的意義。周深的英文歌在中國被解讀為表演，在歐洲或美洲卻被解讀為本質。這就像同一束光穿過不同顏色的濾鏡，呈現出不同的色彩。我們不能越哪一種色彩是假的，因為每一種都是光與介質互動的真實結果。重要的是，我們要意識到那層濾鏡的存在。當我們批評太刻意時，我們是否能意識到那層濾鏡叫對母語的嚴苛？當我們讚美像英國人時，我們是否能意識到那層濾鏡叫對異域的浪漫化？破除這些濾鏡，並不是為了找到一個絕對客觀的標準，而是為了讓我們的審美變得更加寬容和多元。其實，周深本人對於這些爭議的反應，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示。他在各種採訪和社交媒體上展現出的，一直是一種近乎謙卑的對音樂本身的虔誠。他很少去辯解自己的發音是否地道，也很少去回應那些關於刻意的指責。他只是不斷地在唱，用一首又一首作品去拓寬自己的邊界。這種沉默的行動本身，就是一種最有力的回答。他似乎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訴所有人，語言的盡頭是音樂，而音樂的評判標準只有動人與否。如果我們非要給一首英文歌劃分出自然與刻意的楚河漢界，那麼我們實際上是在閹割音樂跨越邊界的魔力。當我們在爭論那個歌手是不是英國人的時候，我們其實已經承認了一個事實，他的聲音已經把聽眾帶到了那個語言的疆域之外，讓你產生了一種空間的錯覺。這難道不是一種巨大的成功嗎？一個非母語者
用語言和旋律構建了一個如此逼真的聽覺環境，以至於讓母語者都產生了恍惚的認同感。這種能力已經遠遠超越了模仿的範疇，進入了創造的領域。再退一步講，我們對於播音員這個職業的偏見，是否也該的時地修正一下了？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裡，播音員意味着刻板，意味着沒有感情，意味着照本宣科。但真正優秀的播音員，恰恰是掌握了語言節奏和情感傳遞的大師。他們能夠在絕對清晰的字音中融入微妙的情緒變化。周深在演唱中展現出的那種播音員般的清晰度，其實是一種高度自律的藝術自控。他像一位精密的鐘錶匠，把每一個音符、每一個音節都鑲嵌在最合適的位置。這種控制力在窄當的歌曲中，會轉化為一種聖潔的、不容褻瀆的美感。尤其是在演繹一些史詩感、空靈感的英文作品時，這種播音韻式的發音非但不會顯得突兀，反而會為歌曲增添一層莊重的儀式感。就像教堂裡的唱詩班，他們不會用街頭俚語去演唱聖歌，那種嚴謹的、神聖的發音方式本身就是歌曲內容的一部分。我們指責周深太刻意，或苦是因為我們把他要建造的教堂當成了街角的小酒館。我們帶着對酒館的期待，自然無法欣賞教堂的肅穆。而那些被周深的英文歌打動，並以為他是英國人的外國網友，他們的反應也並非全然盲目。他們的耳朵捕捉到的是周深聲音中那種納斂的、深情的、略帶憂鬱的質感。這種質感在英倫流行樂和搖滾樂的傳統中確實有着深厚的根基。從 Coldplay 的克里斯·馬丁到 James Blunt， 英國男歌手的聲音裡常常帶有一種細膩的脆弱感和敘事性。周深的聲音在某種程度上與這種審美趣味不謀而合，他那種輕輕的氣聲、婉轉的轉音，以及在句尾對餘韻的巧妙處理，都讓他聽起來像一位來自暗雨綿綿的倫敦街頭的吟遊詩人。外國網友的誤區，實際上是一種人覺上的歸類。他們在自己熟悉的音樂譜系中為這個陌生的聲音找到了一個位置。這個位置並非精確的坐標，而是一種氣質上的吻合。這種由聲音質感引發的文化聯想，遠比簡闡的發音模仿要深刻得多。他說明周深不僅掌握了一門語言的發音規則，更捕捉到了蘊含在那門語言背後的某種情緒底色和美學精神。所以，當我們回過頭來審視周深英文歌被譽像播音韻太刻意，外國人卻反問不是英國人這一事件時，我們會發現，這實際上是一場關於期待與真實的立位遊戲。我們對他人的期待，往往是一面鏡子，照出的不是對方，而是我們自己。國內聽眾的刻意論，照出的是我們對國際化標準的焦慮和不確定；國外聽眾的英國人論，照出的是他們對好聲音的直觀熱愛和對文化新事物的接納。這兩種聲音都沒有錯，他們都是真實存在的審美反應，但他們又都不夠完整，因為他們都只是從一個側面窺見了整座冰山的一角。真正的完整，是能夠容納這兩種看似矛盾的評價，並且明白，他們之所以並存，恰恰是因為周深的聲音具有足夠豐富的層次和足夠強大的穿透力，才能夠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激發出如此多樣的回響。一個歌手的價值，不在於他是否讓所有人都滿意，而在於他是否能夠激起廣泛的討論和情感波動。如果一首英文歌唱完，所有人都無動於衷，那才是真正的平庸。而現在，有人覺得他太完美而顯得刻意，有人覺得他太完美而顯得高貴。這兩種極端的感受共同指向了一個核心事實：他的完成度太高了，高度讓一些人覺得不真實，高度讓另一些人覺得驚艷。這是一種多麼有趣的悖論。我們常常抱怨歌手的業務能力不夠，可當一個業務能力達到極致的人出現時，我們卻又開始懷疑這種極致的真實性。或苦我們內心深處都害怕那種完美帶來的壓力，因為它映照出了我們在其他事情上的懈怠和妥協。於是，我們用刻意這個標籤，試圖把那個高高在上的聲音拉回到我們熟悉的、充滿缺陷的凡間。
而外國網友因為沒有這種心理負擔，他們可以毫無壓力地欣賞那份完美，甚至把它神化為異國的幻影。在這個信息高速流動的時代，我們作為人中，其實面臨着一個選擇。我們可以選擇繼續做那個拿着放大鏡尋找瑕疵的自檢運，也可以選擇做那個放下所有預設，閉上眼睛去感受的靈隱者。選擇前者，我們或許能收穫一種智力上的優越感，仿佛看穿了歌手的努力和偽裝；選擇後者，我們則能收穫一份純粹的由聲音帶來的感官愉悅。這兩種選擇沒有高下之分，但他們卻決定我們與音樂之間的關係是緊張的，船是和諧的。周深的存在像一塊試金石，試出了我們每一個人對於跨界這件事的心理承受能力。當我們聽到一個中國面孔唱出仿佛母語般的英文歌時，那種微微的震驚和隨之而來的挑剔，本質上是我們對於邊界被打破時的不責應。我們習慣了把人分類，習慣了中國歌手就應該有中國口音的刻板印象。當這個印象被徹底顛覆時，我們的認知系統會產生一種短暫的紊亂，而刻意就是我們給這種紊亂找到的最便捷的解釋。然而，如果我們願意跳出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我們會發現周深的聲音其實創造了一個奇妙的第三空間。那個空間不足於純粹的東方，也不足於純粹的西方，它足於一種被精心打磨過的具有普世性的聲音美學。在那個空間裡，語言的邊界變得模糊，國籍的標籤變得輕盈，剩下的只有聲波與心跳的共振。那些外國網友之所以會問他不是英國人嗎？或許正是因為他們短暫地進入了那個第三空間，在那裡，國籍失去了意義，只剩下聲音本身在發光。而我們之所以會覺得太刻意，是因為我們一隻腳旋站在現實的泥濘裡，另一隻腳卻試圖踏入那個完美的空間。這種撕裂感讓我們感到不安。我們需要的，或許不是去糾正周深的發音方式，也不是去教育外國網友如何正確辨識口音，而是去調整我們自己觀看的位置，讓自己能夠坦然地接受那種跨越邊界的美麗，並為之喝彩。最終，關於周深英文歌的這場小小的輿論風波，注定會像無數網絡熱點一樣，在未來的某一天被新的議題複合。但他留下的思考卻不會輕易消散。他提醒我們，在評價任何一位創作者的跨文化作品時，我們都應當保持一份謙遜和一份開放。那份謙遜是對未知領域的尊重，承認我們可能並不完全了解另一種文化對美的定義。那份開放是對多元可能性的擁抱，允許不同的聲音以不同的方式進入我們的世界。藝術從來不是奧林匹克競賽，沒有統一的打分標準，也沒有絕對的輸贏。它是一個巨大的、無限包容的容器，只要能夠觸動心靈，就擁有了它存在的價值。周深的英文歌觸動了國內一批人的學術神經，也觸動了國外一批人的審美神經。這兩種觸動都是真實的，也都是寶貴的。那麼，回到我們開篇提到的那個十字路口，我們究竟該走向何方？是繼續苟列於像不像播音韻的細枝末節，全是欣然接受那個被認為英國人的美領區？我想，理智而成熟的態度是兩者皆取，兩者皆不取。我們既不全盤接受刻意的指責，因為那忽略了聲音本身的藝術感染力，也不全盤沉迷於英國人的誇讚，因為那同樣是一種基於地域的略顯膚淺的標籤化讚美。真正的欣賞是剝離掉所有這些外部的參照系，直接去聽那個聲音如何在空氣中震動，如何高低起伏，如何在你心中投下漣漪。當你不再去想它是怎麼國籍，不再去想它的發音標不標準，不再去分析它是刻意還是自然，只是禪準地沉浸在那旋律和聲線交織成的網裡時，那一刻，音樂才真正完成了它的使命。在這個習慣了用放大鏡審視一切，用快節奏消費一切的時代，我們或許更需要這樣一種笨拙而真誠的能力，只是去聽，只是去感受，而不是急於去定義、去歸類、去批判。周深用他的聲音在國界之間架起了一座無形的橋，
而我們作為人中，能做的不是去檢查橋的鋼筋是否合乎規格，也不是去測量這座橋該屬於哪個國家的建築風格，而是走過那座橋，去領略橋對岸的風景。那風景或許與我們熟悉的故土不同，但它的壯麗與新奇，恰恰是我們選擇踏上這座橋的原因。當我們最終抵達彼岸時，回頭再看，我們會發現，刻意與自然的爭論早已被拋在了橋下的流水裡，而我們收懷的是一段跨越語言的、純粹足於聽覺的奇妙旅程。這段旅程沒有終點，因為每一次靈隱都是一次全新的出發。而周深依然攰站在那裡，用他那像播音韻一樣清晰，像英國人一樣優雅，但歸根結底只足於他自己的獨特聲音，等待着下一個願意放下偏見、只帶耳朵來的旅人。